根據警政署的統計，去年呢，這全台灣詐騙的損失是有893億外。南投今年到4月，這詐騙的金額也有3億5千萬。即馬在地電信業者是結合着社區，甲這個阿公阿嬤詐騙的手路，希望呢透過這面對面的宣傳，會當減少詐欺案的發生。詐騙案件有影是掠白字，嘛是引起民怨的第一名。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，去年全台灣互人騙走的金額有890多億。只南投縣今年到4月份，總財損23億5109萬，平均一個月就有超過8000萬互人騙去，多數攏是透過手機來練。才有一個範例，就是台灣電力公司的，那你講啊，你有看到就是扣無啦？你看這個網址是真的啊假的？假的吼，咱拄條講。電信業者講，變現啊手法一直咧變，啊毋過安那騙，攏是透過手機仔來騙，所以可以總結幾路項，常常看會到的詐欺手法，到社區宣傳，防止詐騙。啊，咱的長輩會當借由咱這個講座吼，啊會當來增加一寡自信吼，啊避免會當去用騙去的機會安尼。叫你點選啊，你就不要去點選。啊，最起碼如果是政府機關，那個他的就是點 gov.tw。詐騙的手法百款，南投刑事警察大隊嘛提醒民眾，千萬唔通共有口座資料的手機仔畫面分享出去。若分享出去，詐騙的歹徒會當把你的錢轉出去。麻煩你摕 QR code，啊，這個時陣我嘛看會到。唔通把你的賴的螢幕分享，甲別人共用，戶頭的內底有偌濟錢，你安怎操作，攏互人知影。第二個就是千萬唔通甲你的賬號的 QR code， 也是甲你的提款序號啊截圖了傳到別人。警方嘛提醒，時代用手機啊，唔管是身份人的電話，還是信息，攏愛細膩。南投在地電視業者嘛結合社區，甲阿公阿嬤破解即馬的詐欺手法，嘛宣傳有疑問，就愛卡105反詐欺專線，交予警方來判斷。報你趁錢的好康嘛唔通相信，較袂少通軟家人。記者楊秀南投報道。